日前，丹那是风灾，马上支援台南停电地区民众用电的依靠。第三轮验证会当直接应用伫发电的绿安全清白台，还有加强勇士场自动化管理甲监测的双检机器人。这一项一项的研究成果，拢伫咧三轮力量科技示范中心工研院创新周当中。我们这次在这边有2天的时间，叫做South Future。这一次展出大概有30个技术，那很多技术都已经走入市场。那目前呢，我们这样力能的科学城，将来还要朝向 AI 以及我们智慧化机器人来方向发展。也感谢中央政策的支持啦。今年活动聚焦伫 AI、半导体、智慧医疗、智能音效、机器人、无人机、新创电力域，推动家团音效甲跨域创新的精神。另外，注重南部产业链的转型升级，论坛组织国内外产官学界对 AI 百工百业、材料、能源、农工到智慧制造等多元面向，分享上新的研发成果加应用案例。希望工研院除了协助我们的高科技产业之外，怎么样努力来协助我们的百工百业，能够除了数位转型，现在还有智慧化，能够让我们的产业能够均衡发展。咱台湾伫国家产业当中有着关键角色，毋那是半导体、力量甲智慧制造的重要基地，更推动数位转型甲智能影响。未来将持续研发投资，培育人才，促进创新应用甲在地产业的结合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